拜德联邦名人会伫万豪大饭店大场面办春酒。 等于是甲警方宣战，以及警方的大动作咧扫乌，昨暝针对信义区13间夜店甲一寡5、6场所进行大规模临检。不过根据了解，这个信义区根本毋是名人堂咧管的，信义区有真侪夜店是由德联邦的这个静安会仁堂甲中堂等等兄弟咧顾场。这声去扫到风台尾，难免会怨叹。啊有乌帮，就是乌道兄弟决定停办春酒，以免讲警方搁扫落去，因若搁继续强烈扫乌，一寡夜店恐惊。 爱收起来。昨暝警察伫路口设临检，斟酌检查逐台车唔敢大意。针对信义区夜店专门临检，因为背后真侪帮派经营，警察大动作扫乌，就是顶礼拜民政会春酒，和警察的面子挂袂掉。是香港的铜锣湾吗？还是真的以为自己是陈浩南？我这样嚣张的下场，最后只会让全国警力全力来扫荡名人会。 棒打出头鸟就是专门对付你这种不长眼的黑帮。这个月初，德联邦民政会开正千万伫咧台北斗地所在食春酒，佮找正摆穿旗袍的水果娘仔，完全无甲警察看在眼内，直接去抓到警政署长黄明昭。 有地区嘛有警察，分局长亲身带队针对合区以及政区13间包括夜店、KTV、酒馆，这边全部和民政会无关系。信义区除了德联邦、瑞堂、中堂、佮仁堂、静安会等帮派，真侪百货内底夜店嘛拢扫到风台尾，今日起直接拍开电话临检，果然调查出过通缉犯，佮有7件毒品案。业者当然嘛还讲生意歹做，那就会被扫荡，所以他们还是。 觉得不要以警方为敌，所以这尽量都在避免，所以大家都愿意妥协停办，或者是说往后延期这样。有人讲，真侪帮派知影警察抓紧停办春酒，就惊这波扫乌的行动会去扫到家己人。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